7日的第1日清晨，太阳出来的时候，坟墓的石头们已经被滚开了。耶稣不在那里，耶稣已经复活，耶稣已经为我死，如今复活升天。他应许要再来，迎娶新妇与他同在，因新生命自由又丰盛。神圣的光芒照耀我心，我愿殷勤侍奉主，我愿将一切献给主。主啊，我赞美你。